我係黃浩光牧師，今日嘅經文係《使徒行傳》第17章1到15節。保羅係領受馬其頓嘅異象，先至嚟到歐洲。馬其頓就喺希臘北部，係一個省嚟噶，省府就係帖撒羅尼迦啦。由於係省府咧，住咗有猶太人，而且有猶太人嘅會堂。咁咧，第2節就話保羅照佢素常嘅規矩進去，一連3個安息日參加會堂嘅聚會。根據以往嘅經驗咧，喺會堂係會招致一啲不信嘅猶太人嘅反對，呢啲人會煽動群眾反對保羅，甚至用石頭掟佢嘅。如果有咁不愉快嘅經驗，點解保羅仲繼續去會堂呢？理由有2個。第一，佢堅持一個原則，係先向猶太人傳福音，然後再向外邦人。而接觸猶太人最好嘅地方咧，就係會堂啦。第2個理由就係會堂裏面有信耶和華嘅外邦人。喺第4節咧，稱為虔敬嘅希利尼人，即係希臘人啦。咁佢哋信咗耶和華，亦都參加咗會堂嘅聚會，習慣上就稱呼佢哋做虔敬啦。呢啲人亦都好容易咧接受福音嘅，所以喺會堂可以接觸到呢啲外邦人，再透過佢哋咧去接觸其他嘅外邦人。就因為咁，保羅就照舊咧去會堂啦。第2節話保羅喺會堂本着聖經同啲人辯論，一路辯論一路講解。點解傳福音要辯論呢？其實辯唔辯論係在乎傳福音係嗰個乜嘢嘅對象。如果對象係唔信嘅人呢，我哋最好唔好辯論啦，因為就算你辯贏咗啊，對方未必都會信嘅。而保羅辯論，因為對象係一啲信耶和華又信聖經嘅人，因為大家共同信一位神，又相信同一本聖經，只係對方對聖經喺聖經裏面睇唔出耶穌就係基督，所以要加以咧講明。經過今次辯論呢，結果有啲信主，包括猶太人，包括虔敬嘅希臘人，當中有唔少尊貴嘅婦女，大概佢哋喺爺孫屋企嗰度成立咗教會，但嗰啲唔肯信嘅猶太人就心裏嫉妒啦，進行破壞。呢啲人唔肯信，不得已佢哋咧係仲用一路搞手段，證明佢哋心術不正。從佢哋嘅不擇手段可以睇出咧，係出於血氣嘅。每一次呢啲反對保羅嘅舉動，都係要搞到政府而扯上官府，佢哋就揾一個政治嘅罪名。今次控告保羅係話佢搞亂天下，呢啲等於係一個控告一個宣教士做間諜咁樣吓。結果咧，官府就從爺孫身上攞到擔保書，保證保羅唔會再逗留喺度，先至釋放佢哋。保羅同西拉離開帖撒羅尼迦去到庇利亞，嗰度亦都有會堂。呢度咧嘅猶太人比帖撒羅尼迦嘅猶太人咧好好多。聖經喺第11節咧形容佢哋賢於帖撒羅尼迦嘅人，賢於嘅意思就係指佢哋態度十分好，意思咧唔係佢哋一聽福音就信，而係個心願意去聽，並冇抗拒。佢哋天天查考聖經，以曉得這道是與不是。查考過之後就有好多人信啦。呢種態度咧係值得我哋學習嘅。我哋聽完牧師講道係要再睇翻聖經嘅，因為最後嘅權威係聖經，唔係人嘅教導，而最終嗰個依歸咧都係聖經。庇利亞人的確係賢於帖撒羅尼迦人，帖撒羅尼迦嘅猶太人唔肯信，就用手段對付保羅，完全冇庇利亞人嗰種嘅態度。佢哋又想驅逐保羅離開庇利亞，為咗避開猶太人嘅耳目，保羅就坐船去咗雅典啦。OK， 我哋禱告，神啊，我哋要學習咧庇利亞人嘅態度，天天查考聖經，求聖靈教我哋明白聖經，奉耶穌基督嘅名禱告，阿門。